会看咧，你两拜五后日拜五要调去泰国，但是食足侪药啊，食迄抗生素食到边啊？哎呦！但是你无食袂使，因为有发炎啊，就是细菌细菌感染啊。对啊。酒但是安尼哦。哦。人伊拢无啥住院，有啦，伊头仔住一礼拜，住严重住一礼拜。但是伊治疗到即，咱差不多1、2年啊咧。啊，伊恁囝这几偌久啊？但是伊嘛是爱做爱运动呢，袂使拢屈在楼顶啊。哎呦，目睭啊！你视网膜人无迄啊，无神经啊，就无法度。啊，人伊迄随用哦，本来去义大，义大介绍去严重的找一个医生，啊严重的了，伊迄个医生佫介绍伊去台大的，即拢去台大摕药啊。啊，所以啊，仙粉珠比吼，有时啊，就是一个心机啦，对哦。咱毋知讲妙手回春是对倒来，哦，啊，就是仙粉借着医生的手，伊的药啊，甲咱救。啊，袂要紧啦，好定有毛笔迹啦，嘛拢爱坚强，伊也尽力愈爱坚强，哦。因为一家伙靠你嘞，好佳哉佫有一个囝，你斗帮忙吼。啊，所以你毋免烦恼，佫有希望的一个囝咧甲你斗帮忙的，你咧，你嘛爱为着伊保重你的身体呢。对哦。啊，全部拢倒下免怎？哦。嘿啊，你所以你爱坚强。你爱较坚强诶，啊，咱哥哥会做，加点做，咱莫做伤忝就好。嘿，啊无你也倒全部，安尼伊就忝啊呢。爱为咱的囝想。阮老母你看一个敲2通电话，80几岁，伊嘛是靠咱啊会叫，啊你我妈甲讲，妈妈你身体若保养啊好，就是我的福报。哦，我会当四界出国去开放，去讲道理，啊你若身体无好，我会去帮。啊人伊拢爱保养，逐个早爱运动。啊嘛是，即摆阮小弟是有转来住的厝，无嘛阮家己人住一间厝。嘿啊。有啦，对。嘿，伊会甲你负担。嘿啊，所以阿姊你爱坚强，你若搁倒落，伊就毋知要安怎，即道就毋知啦。吼，因为即个妹妹遮细汉，弟弟啊，无法度，啊，佮爸爸也艰苦啊。啊，就袂啦，阿姊，人讲比上不足，比下足足紧。吼，咱佫有一间厝，人遮好撇吼，阮去咧办这爱心的会足可怜，生6、7个囡仔，啊太太无伫的一个人，囡仔安尼一个大汉的顾细汉的安尼，啊内底安尼无啥衫，安尼嘛是过日的，你伫咧放饭遐，啊伊太太赶，啊即摆转去啊，啊转去咱嘛是爱想讲你也斗帮忙安尼，啊所以你爱坚强，咱社会有足侪温暖的，啊你佫有一个囝，吼，啊你重点你爱保养好好，你保养好好，恁囝就袂烦恼啦。啊，刚才这个妹妹也乖乖，哦。对啊，好。做无走。囡仔咧走。伊会去学校佚佗啦，对啦。啊，囡仔捌足济代志咧，无简单。迄个囡仔真乖的啦。真搞。啊你。哦，赞。嘿，我伫遐卖博仔，迄个甲问伊就知影咧。结线连就对啦。伊就讲啊，安尼一间。结线连就对啦。有，啊你顾你顾较过。哦，有咧，顾爱做好哦。